家己，勇敢活落去，活出咱光彩，打拼赢落来，赢伫咱未来。心若勇敢跳，人就有希望。路若继续行，愿望就袂散。活落去，赢落来，日头光总会来。这世人咱无未来，一条路咱无白行。活落去，咱会坚持，赢落来，咱会自信。心若勇敢跳，人就有希望。路若继续行，愿望就袂散。活落去，赢落来，日头光总会来。请苏馆长第四部。馆长加油！馆长加油！我总是感觉是台湾的政治这条路，确实实在是真无好行。所以迄个过程的时候，一定就是会充满真多，互人感觉会心疼，互人感觉真艰苦的迄个所在。所以咱就是爱不断去付出这个代价。今日徛伫这个所在的时阵，就是真侪感触。这是我着用语言的时候，去形容这是政治犯的家属。今仔日的时阵会当去遇到这种的，大家所对阮的肯定，大家所互阮的这种安慰，一定是做侪人的时候，伊着今仔这件代志，付出真侪心，付出真侪人。所以伫遮时阵，只该当甲恁有富贵心富贵力的人，甲恁说一声真多谢。我伫遮嘛要甲看落去，甲伊做一个说明。我伫做馆长的时候，伊速度来馆长是找我，就是希望讲会当成立一个纪念碑。我一定一句话都无甲伊讲，我一直感觉讲，无迄个时势，你甲时代成立一个纪念碑。这个纪念碑是属于台湾人的，这个纪念碑毋是属于阮家属，所以无用都是由家属来做。如果这个土地人，若感觉讲，阮的时代，才在做政治犯，有伫台湾的民主过程中间，付出因的心血，因为尽因的一份的责任。若安尼讲，是应当是这块土地，还是讲这个国家，是爱替把过去捌付出生命的人，爱去成立这个纪念碑。所以我一直都无想要用我做一个馆长的气概，
去成立家己老爸老母的这纪念碑。老爸老母的纪念碑是要放伫囡仔心肝底，是要放伫家己的厝内底，毋是伫公共的场所。然后家己要讲家己老爸老母有多伟大。今仔日一定就是有足侪人的心，这个所讲去爱囝，佮有台湾事件，佮有侪政治犯。因为这个纪念碑的时候，心上得到一寡安慰，所以真正先是爱甲家己说多声。但检采台湾这个土地是袂得甲醒的人，也阁是真多。咱伫遮，只阁是台湾一部分的人，嘛当讲是一个少数人，所以咱心肝底再特别感觉也阁较甜。所以感谢在座今仔日大家伫遮的时阵人陪阮，同齐接待，嘛同齐的时阵有即个纪念碑的时候伫遮的时阵，后代子孙会当来看，嘛当伫我未来时阵，我会当带我的囡仔来遮看伊阿公甲伊阿嬷即个碑刻伫这个所在。所以伫遮的时阵，即个可能不叫的时阵，甲大家讲，实在是真落来。真感谢，阮家属感恩大家，谢谢大家。